各位街坊，路亂萬亂，我陳萬聯應又嚟講嘢啦。超強颱風華加莎咧走咗啦，我同幾位同事咧落區，見到周圍都有啲冧樹，亦都有水浸嘅痕跡，同埋好多商戶咧都有唔少嘅損失。個心咧都幾沉重。華加莎嘅破壞力咧真係好勁。多得我哋啲區議員李永文、劉婉儀等，佢哋連夜落手落腳聯同我啲義工咧一齊去幫手清理社區。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傾一樣新嘅嘢，就係點樣用人工智能即係 AI 嚟幫我哋更好應對呢啲咁嘅天災。超哥李家超咧喺施政報告都講咗好多發展 AI 產業嘅嘢。如果再有風災，又可唔可以試下用 AI 幫手呢？例如我哋用 AI 無人機去影相，然後咧用電腦分析下邊度嘅樓宇咧有危險，邊條嘅街道咧仲未通嘅，可以非常之快嘅喎。於是乎咧，我哋可以更加迅速同埋精準咧去調動人員做緊急嘅救援，做街坊嘅及時雨，急佢哋所急。仲有如果市民打熱線嚟求助，AI 可以即時將啲情況咧先後緩急分類。例如停水、停電或者受傷，AI 可以第一時間幫你排次序，咁咧就可以減輕我哋前線人員嘅負擔。處理災情咧就會事半功倍啦。AI 就好似一個唔使瞓覺嘅幫手，可以幫我哋睇得更前，應變得更快。萬聯我同我哋啲同事咧會努力推動政府將呢啲科技咧融入到我哋日常嘅防災系統入邊，等我哋整個社區嘅防災嘅能力咧可以更加強大。處理災情咧一啲都唔容易，多一份科技嘅力量咧，我哋就有多一份嘅把握。點都好，大家如果咧遇到困難，又可以試下揾我哋幫手。今日係咁先，下次8點見。